来看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推动家乡遐尼水的绘本计划，鼓励学生创作家己故乡的红仔册。今仔我嘛伫台北国际册展来发表，佮用囡仔册内底故事来表演，咱做伙来看卖。 由西仔带阵行大岛壁埔街，这是台南市车寮国小带来的金赛阵表演。校长讲，学校对民国83年就开始训练学生，这届佮特别甲金赛阵的传承写做故事册，或者册西魂。了民国83年开始，咱车寮国小有这个机会来传承这个文化，因为咱社区的长辈嘛足希望讲，咱这个金赛阵会当，互咱的学校的囡仔有机会来表现咱这个金赛阵，互这个文化会当传承落去。 学生选择以金赛阵的教练小毕教练做故事的主角，希望未来有一天会当和教练同款，继续伫咧金赛阵顶传承。我练这练五年啊，教练故事足好的，伊是我的偶像。那台南白河区的大地国小是以莲花做主题，校长亲身带囡仔去到莲田，找田内面的白金莲藕，对种植甲收成拢总用1冬的时间去体验，然后完成这本故事册。少年人拢无想要做这，因为成本大，利润无悬，惊这会慢慢来失传去，所以阮学校就写这本《莲香偶遇》。 甲迄个莲藕采收要安怎洗过程，甲记录落来。因为阮遐个特产就是莲花甲莲藕，所以阮会知，阮较知影。 这是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逐冬拢会举办的儿童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让学生透过文字画图，传达对家乡文化的关怀。这个囡仔作者也伫台北国际册展公开发表因用心创作的绘本。两间国小拢有一个共同点，因的故事册顶面拢有台文字。校长讲，带囡仔去到田里、庙里和时代做交流。出册以外，另外一个成就就是这寡囡仔的台语拢愈来愈好。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